这条咱要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咱先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谦和的人哪里有福啊？因为承受上帝所应允的产业。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圣经到这，咱今日要对咱敬听的主任牧师所领受的信息，是木心系列第5柔心，请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拄则咱所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5节。咱拄则所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伊翻译做谦和的人。如果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或者是台语的圣经，伊翻译做温柔的人有福气。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温柔的心，就是柔心。所以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静静听候你的话来到阮中间。阮恳求你帮助阮，排除所有会影响阮领受你的话的因素，互阮能用专一的心神、较无的心来听候你的话。恳求主你帮助阮。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讲的是温柔的心，咱首先爱看什么是温柔，如果咱若去查字典，温柔的意思就是讲温和柔顺，意思就是讲，咱一般的人对温柔的观念就是讲，讲话较轻声细碎，袂安尼大细声，也是讲这人看起来较像无啥物脾气，袂安尼。总容易生气，实在讲，一个人安安静静，真内向，这款的人叫做温柔。这是一般人对温柔的看法。但是伫圣经中间，温柔翻译做温柔这个字啦，也是讲咱拄则所看的迄翻译做谦和这个字，虽然伊有真济无共款的意思，这个字真困难翻译。真困难翻译。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raotes， 这个字其实是无真好翻译，但是咱圣经中来翻译做温柔，其实伊是指咱甲上帝中间的一种态度，也是讲咱的心思意念有关系一种性质。伫圣经中间主要有3种意义，所以牧师首先会引用一寡圣经，互大家明白讲，伫圣经中间到底温柔这个字有啥物款的意义？然后咱后半段较来看，咱要对这个温柔有一个回应。首先，圣经中间的温柔这个字，第一个意思就是讲柔软，会当受教示，会当受调整，会当受改变。咱会当比评讲，好亲像一块已经整理好，掘甲真松的土地，毋是迄个石头地，石头地真重，要种植就困难。但是即块地已经整理好已经真松真软，所以迄个种子一旦种伫即个地内底，就当真容易的会当发芽布衣。比如讲，咱来看雅各书第1章21节，伊安尼讲，所以恁爱脱去一切的误会，甲惯弯的邪恶，存温柔的心去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就是会当救恁灵魂的道。而且雅各书的作者伊用将上帝的话比评做种子，要栽种伫咱的心田内底。咱这个心田准备好，已经掘足松，这个上帝话就真容易
伫咱的心中发芽成长。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一块地已经准备好，已经流软的一块地。第二项意思圣经中讲这个温柔的心意思就是讲谦卑会当顺服上帝。就是一个人真谦卑，上帝爱伊安怎做，伊就被上帝改变，顺服上帝的心。咱会当用一个例来比拼，就咱亲像水同款。咱知水真流软对无？咱若水倒入什么款诶，迄个容器倒入什么款的干仔，伊就变做迄个干仔的形状。因为倒入一个真长的干仔内底。即个水伊就被塑造成做甲即个干仔相共的形状，倒入一个盘仔，即个水就亲像即个盘仔同款即个形状，所以是表明讲，一个人真柔软，会当照上帝的旨意来行，顺服伫上帝的旨意来行，甲迄个冰就无共款，冰来定壳壳，这无共款，所以亲像水同款，咱拄则所读的即个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5节讲温柔的人，也是讲谦和的人有福气。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心真谦卑，伊知影上帝的心意，佮照上帝的心意来行出来。即款的人有一种福气，因为福气就是承受土地，承受土地的意思就是讲承受上帝国的产业。即甲咱顶礼拜所讲的迄个心内送香的人，其实是真君就是讲温柔的人，就是当顺服上帝的心意心内送香的人，就是较无上帝的旨意嘛所以即两个福气其实是真近得到的祝福嘛是同款，拢会当成做上帝国的百姓，时时甲上帝同行，甲主同在所以这是谦卑顺服咱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上介好表现这款的特质这是马太11章29节，这耶稣讲你乃背起我的担，甲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卑，安尼恁就会当得到安息。咱知影犹太人因用背某一个人，也是讲某一件代志的担，来表示顺服伫迄个人，也是迄件代志。耶稣意思讲，我的心真温柔顺服，我真顺服上帝，所以你着爱甲我学我的顺服，学我的谦卑，安尼咱就当得到真实的安息。这是温柔的心的第二个意思。咱亲像水同款，遐尼顺服，遐尼谦卑。温柔的第三个意思，就是体谅，会当替别人来想。我用一个比喻，咱中，我摕一个道具来互大家看好证明讲我平常时有咧洗碗咱拢捌看过这啦这是咧洗迄个鼎洗鼎的这个物件较内底无？有人用这个洗面的，无嘛这就是真内所以这就是无够温柔啦一般要来用温柔来表现，就是这个海绵海绵咱知这海绵真特别伊会当吸真侪水对无？表示讲伊会当包容真侪物件，而且伊真柔软，所以伊袂去伤害别人，可会当帮衬迄个物件来用互清气，而且伊毋是简单袂伤害别人，家己嘛比较较袂伤害，所以你来安怎定安怎来试，伊就是袂歹去所以温柔的人就亲像即个海绵同款，会当包容真侪物件即海绵会当包容真侪水，袂去互人受伤，家己嘛袂受伤，佫会当清洗物件这就是温柔的意思咱看见着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4章21节，伊安尼讲恁愿意选择倒一个，爱我带边去
还是爱我带温柔慈爱的心去。原来啊，哥林多教会因拄着真侪问题，这些问题互保罗听真烦恼，所以保罗就写这条批起来苦劝。保罗讲：恁若无要改变，我期待恁改变。恁是我若去见恁的时候，恁期待我早时去边去来指责，或者是我亲像一个海绵同款，带着慈爱温柔的心，替恁除去恁的垃圾。所以咱就知影讲，保罗用这段经文咧对哥林多教会信徒讲：恁期待是真严厉的责骂。或者是带着体谅、怜悯的心去教会找因，所以咱来理解就讲有这款的意思，伫圣经中间时常出现这款意思的温柔，比如讲以弗所第4章第2节，讲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也是讲提摩太后书第2章25节讲用温柔劝诫迄个抵挡的人。或者上帝欲互因悔改的心，会当明白真道。伫遮保罗咧讲，信徒甲信徒中间，如果有一寡冲突，还是讲犯了一寡错误，咱必须要用温柔体谅的心来帮助因倒转到上帝的道路顶面。所以温柔有这3种意思。咱搁复习一遍。第一种意思是，亲像一块已经整理好、真柔软、真松的土；第二种意思是，亲像水同款，容易被调整、被塑造；第三种意思，就亲像这块海绵同款，会当包容、会当体谅、会当替别人想，佫会当改正别人的错误。所以温柔的心有这3种意思。接下来，咱就来学习讲。安尼，咱要安怎成做一个温柔的人？咱一步一步来学习。第一个部分咱来用第一个意思，就是讲你要成做一个温柔的人咱都爱存柔软的心来接受上帝的话。咱拄则有讲过人一个人要精心改变伊就爱有柔软的心嘛咱的心亲像一块田园同款。爱整理好好势，先来掘好松，来整理好。安尼，上帝话那亲像种子种伫咱的心中，才会当成长。若你的心若伤硬安尼你就无法度接受上帝的话。所以咱看见着旧约中间，上帝差遣先知一再咧责备以色列百姓心伤过头硬啦。咱看见着新约，耶稣嘛是安尼讲，耶稣几若遍替人烦恼讲，人的心伤过头硬，所以无法度接受伊所传上帝讲的信息，所以心硬的人就拒绝上帝，只有心柔软落来，上帝话就进入咱的心中，伫遐来发芽布意。咱来想看心为虾米会硬？有2种情形，心会硬。第一种情形就是心已经麻痹，麻痹无感觉，心无知啦，无知毋是讲无知识尔，无知是讲无知觉，失去知觉。比如讲，咱来看以弗所第4章17节到18节，保罗讲因的心黑暗，甲上帝所赏赐的生命隔绝，拢因为家己的无知。心内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爱行各种的误会。伫遮咱来注意讲，无知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心麻痹去，麻痹到最后就变定翘翘，硬邦邦，直到心就刚硬起来，无法度接受真理心为虾米会失去感觉？就是因为咱的心拢过头形式化、麻痹。比如讲，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嘛是相共。夫妻中间的关系，夫妻斗阵久，感情变做形式化，结果渐渐就失去感觉
失去感觉了吼，彼此的关系就哪来哪无味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安怎？爱重新恢复迄个彼此的热情嘛，爱恢复迄个感觉嘛。相反，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相共。有时阵咱的信仰会变做形式化，形式化到落尾就变做麻痹去。逐礼拜拢来教会，坐一下，结束了就搁转去，形式化。敬拜的时阵，心思意念毋知咧想啥，渐渐就对信仰的代志冷淡，就无迄个热情，到尾就麻痹，就失去感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第一项就是爱恢复迄个对信仰的热情，将迄个感觉，恢复。咱喺电视咧广告讲有时骹麻你就无法度行对无？你若渐渐你若麻久了，你就无感觉啊，就惨啊！所以请大家特别爱恢复迄个信仰的热情，重新点到迄个对信仰的热情，用较无的心来恢复迄个感觉，安尼咱的心就会柔软落来。第二个会引起咱的心刚硬的原因是安怎？骄傲啦，骄傲。一个人如果过头挖靠家己，挖靠家己的才能，挖靠家己的智慧，挖靠家己所拥有的这钱财、名声、地位，这个人渐渐就感觉讲我靠我就好嘛，我较有需要上帝。当一个人认为无需要上帝，伊心就刚硬起来，就顶起来，拒绝上帝。所以圣经逐咱讲人的心若骄傲这是安怎？接煞就是败坏啦。倒边来看，那一个人会当谦卑落来，都有尊严会当对伊所以咱就爱将咱的心柔软落来，谦卑落来，去除掉迄个心中的骄傲，毋通凡事拢要挖靠家己，借着上帝话，圣神伫咱的心中动工，安尼的确会当带来迄个改变的力量。所以咱来恢复咱的感觉，谦卑落来，安尼咱咧迎接上帝话的时阵，才会当为咱的生命带来效果。所以咱来到教会礼拜，咱的心毋通过头硬，毋通过头骄傲，爱互上帝话去改变咱，毋是干那知识顶面理解上帝话尔，爱互降服落来，互上帝话去改变。拄则伫第一堂甲第二堂分享了有较早领受这信息的兄弟讲，兄弟姊妹讲，这对我来讲足困难的，温柔对我来讲足困难的。就是因为困难，上帝较要改变咱嘛。所以咱就开始注意，开始恢复迄个感觉，渐渐上帝话改变的时阵，就带来影响。这是第一项。第二项，要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就是咱要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我常常咧讲，世间分做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悲哀的人，也是讲无知的人。这种人伊毋知家己活在伫世间要创啥，毋知生命意义，无正确的目标，懵懵渺渺过一世人。做代志就马马虎虎，过一天算一天。这种是生活伫无知的中间，是悲哀的人。我相信咱大多数拢毋是这款人。第二种人是痛苦的人。这种人伊知伊人生爱有目标，爱有意向，伊甚至嘛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因为家己的软弱，也是讲这世间的有限。对世间的迄个软弱直到伊无法度完成上帝的旨意。这种人是上界痛苦的人。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迄个找耶稣迄个少年的官。我书包讲过伊的故事嘛有一个少年的官，伊是社会中间真有地位的人，嘛有真有学问，佫是正人的领袖。
而且伊佫有真侪钱财。耶稣一看到伊，就真介意，伊来找耶稣吼，一看到耶稣，伊就用走的哦，走来看到耶稣了，跪落去，对耶稣问一句话讲：先生，我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伊较无迄个永远的活命。耶稣对伊讲：你爱照律法安尼行。伊讲：我自细汉就拢照这律法咧行。然后耶稣来讲一项，因为耶稣有看见着伊生命中间有一个捆绑伊生命的物件，伊就讲：你爱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去真济送养人，过来跟对我。叫伊听到这了吼，圣经讲啦，伊要安怎悠悠悄悄离开啊，因为伊无法度放弃啦，无法度放弃这捆绑伊的钱财。所以，这个人是上较痛苦的人。伊明明知影上帝爱伊安怎做，但总是就是这世间的代志的游戏，直到伊无法度行出来，这是上较痛苦的人。第三种人是幸福的人。这种人，伊知影伊人生的目标是啥物货，伊知影上帝计划是啥物货，然后伊有能力、有信心、有勇气起来完成。这种人的生命有一种特质，就是伊会当用温柔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咱头前有讲过，人的心若柔软落来，会当互圣神伫伊心中动工，会当带来更新改变的力量嘛。当时人也必须要用温柔的心来顺服上帝的心意，来实行出来。所以，咱拄则所讲的第一点，甲即马咧讲的这第二点，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关系。会互相影响的，就是讲第一点是将咱真硬的心来柔软落来，互咱的心拍开，咱的心会当接纳上帝的话，接纳上帝的心意，甲改变。然后第二项就是咱用温柔、谦卑、顺服的心来拄起遐无愿意降服的意志，会当伫生活中间将上帝的命令来实践出来。这种是上界幸福的人。用这个咱的财政实物的这个例来说明，咱拄则所讲的第一步，就是互这个土地会当骨互松、骨互软，互经济伫遮会当发芽成长。第二步就是爱拄起这个实物要成长的过程中间会不良的影响，或这个树会当成长、开花结实。所以这两项爱互相来作用。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要成做一个温柔的人，就是咱要用体谅的心，彼此互相款待。用体谅的心，彼此互相的款待。咱拄则有讲过，温柔的人那亲像海绵同款，伊心灵无真容易受伤，也袂互人受伤。这款温柔的心，拄是促进人甲人中间关系和谐上介好的态度。所以温柔的人伊会当促进人甲人中间迄款真实的和平甲和谐。咱伫圣经中间看起，咱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耶稣，啥货？就是羊羔嘛，羊仔。这羊仔是完全顺服，遐尼温柔。顺服到落尾，甚至将家己献上来，为着拯救世间人，牺牲家己。因为伊会当去体贴众人的需要，而且带互世间人祝福。所以关系这，咱有两点要来分享。第一项，就是要用体贴的态度来思考。体贴的心，就是讲，凡事拢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因为人甲人咧互动交往的中间咱常常拢会徛伫家己的立场咧看所有的代志。因为咱有家己的立场、家己成长的背景甲经验。但是咱因为徛伫即款的态度咧看的时阵，咱的看法就真矮。但是如果咱徛伫对方的立场、对方的情形来看，可能就无共款。我常常看见着有真侪家庭中间的问题，有时老爸
怨叹囡仔无要顺服，背逆，囡仔怨叹老爸无了解伊。但是如果咱互相徛伫对方的角度来看，可能迄个结果就无共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甲人中间咧交往的过程中间，咱来尽量徛伫对方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代志，会互咱的判断甲决定更加客观，更加合伫真理。所以第一项就是爱用体贴的态度，互相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思考。第二项呢，如果咱中间有人犯错的时阵，咱来用温柔的心来处理，才是真正确的。因为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特别咱活踮伫一个群体生活中间，总是有一寡人，无小心去犯着错误，造成一寡伤害。但即个时阵咱着爱安怎？毋是指责，毋是来辱骂，来批评。阮倒转安怎？圣经同咱讲，兄弟啊，如果有人恶人被过犯所赢，恁熟练的人，就爱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回来。爱用温柔的心来挽回回来。因为有时阵咱用定罪、用批评、用指责的方式，真正会造成一个倒病的效果。咱批评伊、指责伊，是希望伊会当改变。但是往往因为咱态度的缘故，直到伊伊就离开啊。无法度接受你的劝解。咱总是如果咱会用温柔体贴的心，特别咱的谦卑，咱充满疼的行动，互伊知影家己错误，会当回转转来。因为咱咧看每一件代志，是讲每一项所犯的错误中间，咱爱去理解讲，如果咱若踮伫伊的情形，有可能咱嘛会跋倒，咱嘛会失败。所以用这款体贴的态度去看的时阵，咱自然而然会当用温柔的方法来劝解转来。所以咱今日有学3个温柔的态度，加3个温柔的回应。这拢毋是真简单的代志。这对大多数咱中间的人拢是真困难。我嘛还搁咧学习中间，但总是咱祈祷恳求上帝找见圣神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活出合伫伊心意温柔的心。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起来，咱听见上帝的话，互咱才做一个温柔的人。咱应该爱，你每一遍领受上帝的话的时阵，就备办好咱的心，亲像一块备办好的餐园来领受上帝的话。当咱领受上帝的话了，咱也爱亲像流软的水，被上帝塑造，被上帝改变，被上帝更新。最后，咱也爱亲像温柔的海绵同款，会当包容真侪过失，会当挽回迄个犯错的人，互咱甲人中间充满了和平。如果你听了上帝话，你要做这款的回应的，你会当举手，牧师会替你祝福祈祷。感谢主。好，咱举手了就当放落来。另外，咱中间嘛有一寡兄弟姊妹，可能你拄着心神肉体艰苦的事，有人伫病痛中间，有人心内拄着忧伤。如果你需要牧师或是代祷团队替你服侍祝福的，你会当将你的手举起来。咱的代祷团队的人会来服侍你。咱请代祷团队的人来准备。好，咱这个时阵有淡薄安静的时间，咱每一项目睭闭起，咱替咱家己祈祷。咱替咱家己祈祷，求上帝互咱才做一个温柔的人，有温柔的心，温柔的心。需要人替你祈祷的，你当手举开，这代祷团队的人会来行到你的身边来替你祈祷。中间有姊妹，咱会当。
咱同心来祈祷。心的主，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阮真心知你以爱阮诚做一个温柔的人。主啊，阮恳求你，伫阮每一遍领受你的话的过程中间，你就柔软阮的心，互你的话伫阮的心中发芽põ意。恳求主帮助阮排除所有，互你的话伫阮生命成长的这因素，阻碍阮成长的因素，互阮会当因为你的话的影响，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主啊，恳求你也帮助阮保持一个温柔的心。当阮甲人中间拄着无和谐的事，拄着冲突的事，阮会当用温柔的心去面对所拄着的事。当阮中间有人犯错、有过失的事，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用温柔的心将伊挽回转来。阮确实，你的旨意是安尼。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我第一遍伫你的面前举起手，遮的兄弟姊妹充满你圣神的气力，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我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第二遍伫你面前举起手，遮的需要帮助的兄弟姊妹，你亲自安慰因、保守因，互因心中恶担当的事得到消除。求主帮助因。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